根据台北市环保局的统计，去年乱弹熏陶罚单总共有2万件以上。为了维护市容，环保局对去年开始加重乱弹熏陶，这罚金呢变作是3000人起跳。另外，环保局也要鼓励店家熄弹熏陶的所在，互人客使用。若准这店家头前有这熏陶伫咧涂骹，店家才有可能会食罚单，上济互人罚6000块。店家头前放一个挡熏头的桶仔，甚至阁有店家设一个食薰的所在。店家讲，环保局最近有来宣导，准讲店家头前有固件粪扫，也是熏头，上济会罚6000块。如果这些店家你店头遐街道是你爱家己爱扫的，那你若无爱设吸烟设备，你嘛无扫，你遐有脏乱，我嘛是会甲你罚。依非修清法是可以罚1200到6000。最近这几天啊，环保局有来宣导说1200以上，6000块以下。那但是我们开店以来，我们一直环境卫生，我们都每天都有在整理。所以我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店家讲，因设这个食薰的所在一定10档啊，真侪食薰的过路人嘛会来遮挡熏头。根据台北市环保局的统计，敢若去年112年民众乌白挡熏头，就开买2万件以上的罚单。为着要改善这款情形，台北市环保局对去年8月就开始加重罚金，就算头盖抓到罚金嘛会对1200块提悬到3600起跳。你较环保啦。涂骹较袂垃圾。环保局鼓励店家伫门口设挡熏头的所在，目前台北市有479间的店家有配合。另外，台北市卫生局嘛提起根据《熏害防治法》，连锁的咖啡店、超商、学校、图书馆这个所在拢是禁止食薰的。若是伫禁薰区食薰，上济会互人罚1万块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